老豆啊，不如我哋試下一齊返教會好唔好啊？你黐線嘅，無端端講呢啲嘢，你唔夠做正經嘢嘅咩？依家咁嘅時勢，啲鋪頭又執鬼晒，你顧住你自己先啦。上啊上啊，1號，快啲！咦？喂，導演，點解啲劇情咁怪嘅？爸爸佢開頭咁抗拒，點解轉個頭又會突然間咁樂意返教會呢？其實我真係諗唔到啊，可以用咩情節令一個唔想返教會嘅人去轉變呢？其實每個人都有佢喺生活上面嘅難處同埋值得感恩嘅地方。如果想知道點解呢個人會願意踏出一步，為自己嘅生命作出改變，不妨嚟到我哋嘅福音崇拜啊！喺呢度你可以聽到唔同人嘅生命故事，佢係點樣與上帝嚟到相遇。我哋亦有淺白易明嘅講道，不論你未曾接觸過基督教，或者係你初信你好想嚟探索信仰，或者你已經返開教會嘅弟兄姊妹，我哋都歡迎你嚟到聽嘅。之後我哋有一啲小組嘅活動，大家可以喺當中嚟到有一啲分享交流嘅時間。我年輕嗰陣時咧就已經信咗耶穌噶啦，咁同埋亦都係參加教會個聚會嘅。咁但係畢業後咧就因為工作忙啦，咁樣就逐漸離開咗，同埋忘記咗神啦。咁退休後咧就我話時間多，所以就全程咧就投入咗各種嘅活動。咁譬如旅遊啊、行山啊，同埋其他嘅飲食啊個聚會，都成10年都有嘅啦。咁但係咧仍然覺得都好似好孤獨啊，有一種空虛嘅感覺。咁所以我開始思考死亡嘅問題啦。咁因此咧我就接觸咗唔同嘅宗教啊，譬如佛教啊同埋道教啊，希望揾到生命嘅意義啊答案。咁但係可惜佢幫助我唔到嘅。咁直至到2024年初度咧，咁我喺屋企咧就無意就掀開咗我好多年冇睇嘅聖經。咁喺度咧，我覺得咧好似咧同個老朋友相會咁，就係嗰個就係耶穌基督啦。所以我覺得我都係返教會好喎咁樣，所以我就上網咧就揾教會嘅資料啦。咁我見到大埔禮賢會咧每個主日咧都有福音崇拜，咁所以我咧就一個人咧就喺一個星期日就去咗禮賢會度就參加個福音崇拜。咁我入到去咧就覺得冇咩陌生感啦，反而覺得一種可以返到家嘅感覺。咁坐落嚟咧就聽下見證啊，聽下牧師講道啊，咁都覺得係自在平安啊。咁所以咧就我每個星期都嚟呢度咧就聽道啊，參加小組啊咁樣。咁自從咧就重新返教會信返主之後咧，就我覺得個心境就輕鬆好多。咁樣心中嘅憂慮同埋恐懼消除，覺得咧耶穌基督係愛我嘅。我本身咧就冇宗教信仰嘅，但係生活上啦，例如家庭啦、讀書時期同埋工作咧，都係圍繞住佛教嘅活動。2年前啦，咁我細妹咧就邀請我返禮賢會嘅福音崇拜。一開始嘅時候咧，我都會揾藉口去推搪，唔想返。但係喺佢多次嘅邀請之下咧，咁我就抱住一去無妨嘅心態咁去參加。咁第一次返到福崇聽到詩歌嘅時候咧，我就流下咗眼淚。原來咧神咧係透過詩歌嘅話語咧去觸動我，安撫我嘅心，令我咧得到平靜嘅。咁每次聽見證嘅時候咧，聽到唔同嘅人喺唔同嘅情況下經歷神咧，我都覺得係好奇妙嘅。喺福崇入邊啦，傳道人咧會講解聖經，令我咧可以一步一步咁認識神，感受佢經歷神嘅存在。喺福崇小組入邊，教友同埋傳道人咧都好關心我，會為我禱告。今日咧，我已經成為咗基督徒。好多謝我細妹邀請我返福崇，多謝教友同埋傳道人嘅關心，都好多謝自己咧願意踏出一步返教會，真係好感謝神嘅安排同埋帶領。咁我都喺度咧邀請大家啦，嚟參加我哋嘅福崇。而福崇嘅弟兄姊妹，你哋都可以邀請你哋嘅親友嚟參加嘅。